国和东突厥斯坦问题专家郑国恩表示，他掌握了5000名维吾尔族儿童的信息，其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被中国当局关押在集中营。郑国恩表示，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5000名儿童的名单。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就此事发表声明，批评那些支持中国维吾尔政策的国家。他说，他们支持中国的维吾尔政策，事实上，他们帮助中国的迫害，使这些维吾尔族儿童孤独。5000名注册儿童和数十万未登记的孤儿犯下了什么罪？西方国家关注维吾尔族的情况，而穆斯林和突厥国家则保持沉默。他们不仅没有批评中国，还将维吾尔族母亲遣返回中国。我敦促突厥世界及其领导人醒悟维吾尔族的局势，并采取紧急行动。据报道，一名维吾尔女性被土耳其驱逐出境，并最终被移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任意拘留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与此同时，在教育营名义下的集中营里面的严重侵犯人权已引起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名维吾尔妇女被遣返至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欧洲新闻网记者穆斯塔法巴格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一名叫子乃提库里的30岁维吾尔母亲和她的2个孩子已被土耳其当局遣返至塔吉克斯坦。子乃提库里的亲戚已证实，他的2个孩子已被当局交给子乃提库里的母亲。记者穆斯塔法巴格在推特上表示，子乃提库里不是塔吉克人，他没有持塔吉克斯坦护照。如何将有2个孩子的母亲驱逐出境？为什么他们被送回一个生命受到危险的国家？塔吉克斯坦是否代表中国进行干预？在反送中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警方在上周末示威者遭蒙面人袭击的元朗区使用催泪瓦斯干预游行者。上周末，数十名蒙面白衣人在地铁站袭击示威者，数千名穿着黑衣的抗议者聚集在该地铁站所在的元朗区。伊朗半官方新闻机构波斯新闻社援引伊朗总参谋部官员确认，伊朗进行弹道导弹实验。伊朗官员表示，导弹实验是其防御需求的一部分，不针对任何国家。另一方面，对美国 Fox 新闻电视台发表讲话但不愿公布姓名的美国另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知道伊朗发射了导弹，只是目前没有更多的评论。”沙特当局宣布，朝圣季节到来之前，近100万朝圣者已抵达了圣地。据沙特阿拉伯护照总局称，直到星期五，共有92万6726名朝圣者抵达王国，其中88万1229名朝圣者乘飞机抵达，多达3万5148名朝圣者通过陆路进入沙特阿拉伯。今年的朝圣季将在8月初开始。